點解有啲家庭可以越過越好，有啲家庭就越過越衰呢？大部分人都知道呢三句話：父愛則母靜，母靜則子安，子安則家和，家和萬事興。但係後面三句話寫得好真實，而且好多人都唔知道啊！父懶則母苦，母苦則子懼，子懼則家衰，家衰毀三代。呢一句話都係以老公嘅好壞作為開始，其實已經話咗俾我哋知，一個家庭嘅好壞，老公先係核心嘅決定人。老公嘅好壞亦都決定咗老婆係旺三代定係毀三代。其實我哋女人真係唔需要你俾萬兩金㗎，只要你待我如初心就得啦，俾埋條命你都得啦。正所謂虧妻發財不入，愛妻風生水起。最後祝各位恩愛如初，長相廝守，白頭到老。飲杯啦！